真正嘅愛係有人牽住你隻手走出輪迴。好多人年輕嘅時候唔明白咩叫做愛，然後經歷過情劫，進入修行之後先至明，希望被愛係每個人最後嘅幻覺，唯有放下，將自己收到內心夠強大，而擁有愛一切眾生嘅能力，先至能夠自由、快樂、幸福。我哋總以為被愛係存在嘅證明，係靈魂嘅歸處，但係真相係執念越重，繩索越緊。呢份求愛嘅執念，只不過係因果賬本上嘅舊債與新償，係心識裏面未散嘅塵緣。嗰啲曾經令你沉溺嘅被愛時光，係嚟陪你走完一段因果嘅旅程；而嗰啲令你輾轉難眠嘅愛而不得，係嚟教你睇清愛求皆苦。最難得嘅清醒，係允許你愛嘅人去做佢想做嘅事，就好似山不挽流水，雲不羈伴鳥，讓該走嘅走，該嚟嘅嚟。情深不壽，惠極必傷。古人早就將道理刻咗喺三生石上，你要習慣有一啲人嘅溫度，只係夠暖你一程，而唔係一生。亦要相信，會有一啲人穿過茫茫人海與你同頻，唔係因為偶然，而係你哋係走喺同一個劇本曲線裏面，注定要喺某一刻共振。有人靠近你，唔係因為你拼命咁揮手，而係因為你本身就係光。有人離開你，唔係因為你唔夠好，而係佢哋嘅路程只係到呢一度。緣起嘅時候傾誠相待，緣盡嘅時候坦然目送，不拖不欠，先至係對彼此曾經交過心嘅最好敬意。願各位先學會愛己，再學會愛別人。不問是否被愛，只問自己心中是否有愛。當你放下對外在愛嘅渴求，就會發現真正嘅自由係從唔執着被愛開始。